同款是人客人的场面，这是台北国际动漫节，今仔日伫咧南港展览馆展览馆开幕。因为国境解封，即届有袂少外国的漫画会社甲作者来摆摊位，嘛有真侪出名的配音员甲扮漫画人物的 coser 嘛拢来参加，吸引真侪民众唔惊低温，七早八早就去排队入场。 农历初六一透早，台北南港展览馆外口排队排甲热长，拢是准备入去台北国际动漫节会场的民众。我今天早上才搭车过来，大概7点，大概快8点的车，从桃园那边。我主要是为了一个工作室啊，花友工作室。3、2、1，请剪彩。 今年台北动漫节已经是第11届，办伫疫情管制较严的限制时，会场内底的人坐甲塌低，大家买的大包小包只好放伫头壳顶。就是我们买了5个福袋，就是5个福袋，大概花了3000块。本次呢，我们总共有95家的厂商，有520个摊位，以及50场的签名会与活动。 这届当着国境解禁，几来日本、韩国出名的画家、配音员、coser 拢来到台湾，和真侪动漫迷真期待。康金博表示，希望透过动漫节会当振兴台湾的动漫产业。记者林书豪、张若水台北报道。